在板块堆积的边缘，倒给自海底浮现。黑潮流过，季风回旋，自然线写下开篇。向海定出生活界限，时间一步步向前。理解台湾的第一步，是看见它如何改变。5000年前，甚至更早，人群已在此地生活。长滨洞穴被南石滚石器陶器留下脉络。从狩猎采集到农改定居，工具改写日常轮廓。没有文字记录年代，好古体历史佐证不错。河谷海岸各有选择，聚落慢慢形成规则。时间不是空白一页，而是另一种时代的记得。不是被发现才存在，而是早已走过年代。西元前3000年前后，南岛语族再一次成型。独木舟顺着洋流走，心声指引远行路径。语言相近，文化相连，航线延伸越过海平。台湾不是世界边缘，而是海洋网络核心。海洋把人连成起，台湾是起点，不是终点。1624荷兰来到，热兰遮成立在台南，罗啤酒糖出口海外，贸易制度改变习惯。1626西班牙北上，淡水基隆留下痕迹。岛屿第一次被系统性地放进全球航线里。从港口走向世界，台湾进入全球网络里面。1662建成空渡海，港航移民同时展开，农业社会逐步盛行，人口结构跟着改。1683清朝接管设县社府治理边上，族群互动资源荆州，地方资讯慢慢累。民作也会长出成移民社会，生来新年。1895统治转换，铁路5G深入日常，教育医疗带来改变，现代制度肌肉成伤。清查统治，思想控制，反抗与学习同时生长。现代化不是单一路，压迫与觉醒并向发光。现代化与控制并向身份思考逐渐成型。1945战争结束，电权转换缺乏准备。1945战争结束，政权转换缺乏准备。1947 2月28成为历史的分水岭。白色恐怖瘴气笼罩，恐惧影响整个时代。土地改革推动工业发展与压抑同时存在。断裂留下深刻印，转型也在悄悄进。1987正式戒严，公共空间逐步打开。1987正式戒严，公共空间逐步打开。民主不是瞬间完成，而是参与学来的未来。92年代产业转向，新源制造走向专有，设计代工分工明确，台湾建立关键节点。高粱绿正式交付，累积技术与信任，从奈米制成到先进封装，成为世界不可替代的一环。手机、电脑、车与医疗，卫星、能源、人工智慧，每一次运算背后都有台湾晶片在运作。